妹大家平安。咱搁一届来到上帝的圣殿来敬拜伊，咱来唱一首歌来邀咱主。圣殿，那个上帝邀我的宝座前来敬拜伊。这是我邀请兄弟姊妹，咱用上敬虔的心，拍开咱个心门，咱来学到咱主，咱来称颂咱的主，将一切荣耀归予咱伫天顶阿爸爸上帝。咱大家开声来学到咱的主，主啊，感谢你，主啊。你是早伫地，现在伫地，永远伫地的主。主，我们会伫你面前称颂你的名。我们感谢阿你，你是堪你受阿乐、受尊重的主。主啊，你是主爱的主。主啊，你对我的疼痛，对天地地较尼的深。主啊，感谢你。主，你是信实的上帝。主啊，你甲每一代或者的信仰前辈来入约。主，你甲别咱入约，你甲雅各入约，你甲约瑟入约，你甲因拢入约。主，你是入约上帝，主你所应允的代志，主你甲阮三角做伙，你帮助阮，互阮伫即个中间会当来敬拜你，会当来甲你三角亲近，我感谢你。主你也是公义的上帝，主啊帮助阮，互阮伫每一个生命中间会当结连伫你，主啊感谢你。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的上帝，我感谢你，主你是堪你受尊重、受阿乐的上帝。主，阮伫你面前献上阮上大的阿乐甲敬拜。主啊，愿一切荣耀、一切阿乐拢归伫天顶的宝贝上帝。主啊，愿这个地上所有的人拢来认办你，愿你的慈爱怜悯变做这个所在。感谢阿乐你，我来祈祷，靠主耶稣名求，阿门。你是爱伟大的爱，我心中特别来欢呼你。
是我的快乐敬拜。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多多要来降服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我邀请你姊妹，搁一届为着咱台湾的疫情来祈祷。咱看见最近疫情伫咱台湾有咧摊开的现象，咱恳求上帝来掌管伫台湾这个所在，帮助咱希望伫这2冬上帝固守，互咱会当平安经过。总是咱人伫这中间有侪失误的所在，恳求上帝来帮咱医治这个地面上，医治这个所在，互咱所有徛起伫台湾的。所有遮的住民拢会当上帝听从甲稳定，咱就开始为台湾疫情来祈祷。主啊，感谢你，阮搁一届将台湾的疫情交托伫主你手中。主啊，愿你的信心稳定，甲这土地三角地地，主你帮助阮，阮感谢你伫这2冬中间，你真正大大的顾守台湾。都是阮人无用这个恩赐，主啊，阮有侪得罪你的所在，主啊，愿意你赦免阮，阮这个台湾会当伫这个所在，搁一届来反省家己。主啊，帮助阮主啊，上帝，阮真正伫你的面前谦卑反悔。主，阮感谢你，你这2冬大大保守阮台湾，阮台湾无真大的疫情的摊开，总是阮无用这个恩赐。主，阮真侪人无伫伊伫这中间，互这个疫情渐渐搁摊开。主啊，阮实在是惊吓，阮实在是内心无平安。但是，阮也相信，主你的确要掌管伫阮台湾这个土地顶面，要掌管伫所有的百姓顶面。主啊，搁一届将台湾，将所有的百姓交托伫主的手中。愿你的信心，你的稳定，你的医治，就临到台湾这所在。愿你记得靠主耶稣的名求，阿门。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多多要来降服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我心。我的心切切地，我的亲像落英无结水。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敬拜，我心多多要来降服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咱会当来到上帝的面前来敬拜伊，是何等大的稳定甲福气。而且弟姊妹为着你家己来祈祷，咱每一礼拜拢会经过侪的挑战，每一礼拜拢会当互咱对天堂落甲地狱中间，上时也会当对地狱去甲天堂。每一工的生活就亲像安尼。起起落落，总是咱的伫圣经真明白甲咱讲，咱伫世上有苦难，总是主耶稣已经赢过这个苦难，所以咱通过主耶稣，咱通过瓦靠信心，咱就要得到快乐，咱就要重新更新家己的生命。伫圣殿中间，伫宝座前，咱每一个人将家己的心拍开，只有你才知影你家己内心所有的代志，
只有你才会当伫主的面前诚实，甲遮的话甲咱的主讲，也求上帝光照咱，求上帝伫咱生命中间，互咱看见伫上帝内面的倚靠是大的，伫上帝内面的愿望是大的。咱为着家己来祈祷，好处伫咱的面前来帮助咱。主啊，你上帝，我感谢你恩典，我要伫你面前将家己祈祷。主啊，我要诚实伫你面前来承认阮家己的软弱。主，阮有侪得罪你的所在，有侪阮搬袂过的代志。主，恳求你帮助阮，你无论通过圣神，通过主耶稣基督的帮助，互阮会当伫生命中间得到快乐。主啊，阮也相信，伫圣经话语中间也要帮助阮，互阮会当更较坚强，更较壮大。虽然阮会拄着困难，虽然阮会伫每一礼拜中间有侪挑战，总之主，阮相信，阮也知。阮诚做一个基督徒，阮袂去无拄着困难的事。总是当阮拄着困难的事的时阵，阮知影主耶稣要诚做阮的帮助，圣神要诚做阮引带的快乐。主耶稣帮助阮，互阮伫生命中间真正会当更较结连伫你，更较亲近你。主啊，当阮生命望着你，你若望着阮的时阵，主，阮就要得到帮助，阮就要得到更新。感谢阿罗你，哈利路亚！伊都靠主耶稣名求，阿门。你是我的快乐的爱，我心多多要来仰慕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兄弟姊妹，咱大家起立来唱诗。我的心切切意，咱请你起立来唱这首歌。好幸福的主，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的爱，我心多多要来仰慕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你是我的快乐。你是我的快乐的爱，我心多多要来仰慕你。只有你是我心所爱，我幸福来敬拜你。兄弟姊妹，邀请大家为着今日的服侍，今日的讲道来祈祷，恳求上帝通过当讲的服侍，通过牧师的讲道，来领受上帝大大恩典和祝福。咱大家开声为着今日的服侍，为着牧师的讲道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感谢阿罗你，伫你面前献上阮的祈祷，献上阮的感谢。主啊，将所有的同工、服侍同工交发伫主你的手中。主啊，每一个合同工的服侍，恳求你拢赏赐因快乐，赏赐因活命伫这中间。主啊，来帮助因，互因服侍中间真正认捌你，搁较认捌你，搁较会当尊主最大。主啊，感谢你，也相思也为着牧师的今仔日讲道来祈祷。
主啊，我相信你要通过牧师会讲到透望你。要互阮的智慧甲信心，主啊，你要帮助阮，互阮伫阮的生命中间，搁较来建立你，互阮生命搁较会让你每一礼拜生活的中间来尊主最大。主，阮感谢你，祈祷靠主耶稣名求，阿门。我
该拍开我的心，拍开我的心，来敬拜你，用生命来回应你的名。哦，我的主，哦，我的主，用你真心来敬拜你。哦，我的主，哦，我的主，用你真心来敬拜你。咱的音声是303首，主我要落落你。慈悲的主，我的上帝，阮大家用脚步、用谦卑、用祈求的心来就近你。是因阮知这个大环境常常无法度照阮家己的意思，侪会阻挡疫情的搅扰，总是任何的困境，拢袂当阻挡阮来亲近你。来仰望你，来领受你对天顶来的祝福。所以，阮这个时刻组织伫遮，无论伫现场，也是伫线顶，阮都要同心来仰望主，因为主你看重是阮的心，阮诚心实意伫你面前，阮要学了你，阮要尽心尽意，阮要保养你奇妙的大权能，阮要归荣光伫你。愿阮今仔日，无论现场还是线顶，阮大家人的敬拜，拢诚侪芳芳的祭，互主你来欢喜，互主你来感答。我要学习主耶稣教示阮的祈祷文，来同心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你成，伫地里是就伫天里。阮的日子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有赦免辜负阮的人。无你带阮入去去，就叫阮脱离迄个歹，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免。大家请坐。
咱三个来考验，考验文第32篇，考验文第32篇，诗篇130篇。上主啊，我对亲恩求叫你。上主啊，你若记得人的罪过，总是你会赦免人。我迫切听候上主，我的心神听候主，比守望的人较迫切听候天光。以色列啊，着仰望上主，伊有救赎的大权能。咱做伙来祈祷。全能慈悲的上帝，感谢你，今仔日来到你的圣殿敬拜，是主耶稣牺牲的疼，互阮白白的恩典。你的疼痛遮尔大，伫万人中间，互阮做你的囝儿，会当来到你的面前亲近你，领受你的慈爱、信心、智慧佮勇气，通帮助阮面对人生中逐项的问题佮考验。阮伫困苦惊吓中间，有你的陪伴佮头绑；伫忧愁烦恼的时阵，有你的引带佮扶持；伫悲伤痛苦的时，有你的疼惜佮安慰；佮较伫软弱病痛中，得到你的医治佮看顾。伫爸你的疼痛遮尔大，我要对心内讲出对你无限的感谢甲懊恼。愿阮身边所爱的每一个人，拢会当紧紧来熟悉你、认捌你，接受你的救恩，得到即款的福气。亲爱的主，你是世界的主宰，掌管所有的上帝。现在全世界伫新冠肺炎的威胁中，恳求你掌权，伫即个疫情的中间，帮助阮谦卑，追求主你的旨意，彼此激励相挺，好好啊治理万米，保守你所创造的环境甲土地。主啊，今日的敬拜，也愿你来引带阮，互阮专心注目伫你，将心思意念摆咧伫你的面前，保守伫礼拜中的每一位兄弟姊妹，拢甲主你有亲深的结连，通得到对你来的恩典甲平安。祈祷拢是我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恭敬来领受上帝话。今早起的圣经有2段，第1段是希伯来书10章19节到25节，第2段是马太福音18章19节到20节。所以兄弟姊妹，咱靠耶稣流血死，会当有确信甲勇气，进入至圣所。伊通过丢泥，就是家己的身躯，甲咱开一条新过活的路。咱已经有一位伟大的祭司，伫治理上帝家。
咱着用真实的心、坚决的心、清气无亏欠的良心，甲清水洗过的身躯来亲近上帝。咱着坚决持守所宣认的愿望，因为应允咱的上帝可靠。咱着互相关心，通激励相挺，甲做好事。有一寡人停止聚会，毋通学因的习惯，颠倒着互相劝勉。既然恁知主的日伫要到，搁较着安尼。我搁甲恁讲，恁中间若有2个人伫地上同心合意祈求，我的天父拢会甲因成全，因为有2个也是3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伫因中间。愿上帝的真理光照每一位兄弟。即时请圣歌队带咱来学乐，学乐的诗歌是水亲像你。献诗了后，请夏牧师讲道。今仔日要分享的主题是：为何袂当停止聚会？
咱最后发声，俄罗上帝，感谢主，多谢圣乐队带咱唱这首美丽美好的诗歌。各位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今仔日会当搁组织伫遮，实在是爱感谢上帝，因为咱知影疫情好亲像又搁小可搁咧安尼严重起来。咱台南吼嘛有听到风声，总是感谢主咱会当伫遮同心聚会，上帝互咱有即个福气。咱也有照起工咱有量体温，有实联制咱嘛挂口罩，咱会当安心聚会。咱继续为着即个疫情，咱得到控制来祈祷也咱鼓励咱大家还未做第三剂也是讲有诶还未做诶，咱应该做即个疫苗安尼照医生诶讲法，就是讲有注射，确实若是有着嘛袂介严重啦这嘛是互咱一个保护求主来保守咱伫得时不得时，咱有缘得到上帝诶看顾。第二是小等诶。咱牧师讲道了后，回应诗了后，咱有咱是一个公众的祝福的异地的祈祷，要鼓励咱楼顶楼骹咱5楼4楼的兄弟，小等的咱有缘会当徛来到头前，总是咱暂时无换手要招兄弟大家做伙为着遮个需要心灵的异地、健康身体异地的人来祈祷。所以咱只闭万心，也愿上帝伊伫临到伫咱即个会场，伫咱的中间咱要三甲分享主的话，进前三甲来祈祷。主爱主上帝，你的恩典听通伫阮的中间，阮知影，若无你通我靠，阮家己所会当做的，实在有限佮不足。所以阮搁较都爱祈求主，互你的恩典、你的信心、你的勇气，伫阮现在所拄着人生的日子，有挑战、有困难，搁较有气力，通行过人生的道路。愿你通过今仔日圣经的话，对阮来讲话，互阮领受着亮光、祝福、恩典甲气力。感恩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咱今仔日有一个主题讲叫做“谁若毋通停止聚会”。事实呢，即句话若对照咱对去年5月咱教会都发生即台湾的发生即个疫情嘛，逐个人拢袂当来到现场礼拜。到今仔日，可能有真侪人开始对参加聚会、参加礼拜，到底讲个生活无来嘛是差不多嘛无啥物代志好像网络嘛会当礼拜，我何必倒来现场呢？咱经过1年久咱搁重新来学习，到底聚会是甚物意思？毋是人有到现场无到现场是内面圣经有真宝贵的真理。所以伫顶无偌久，我看到一个咱个 TV 内底有一个老三广告老三广告头前拢有一段短短的即个叫做迄个布袋戏啦所以我有甲录起来，我请咱的同工甲迄段头前的布袋戏来播看卖咧，安尼看内面伊安怎甲咱讲来。3两杯，不可以，人心脚流。这台语，咱真侪兄弟爱看3两杯3两杯你死你！是安怎？已经11点呢。是安怎？今仔日礼拜呢？是安怎？你是当机哦？哎呦，发烧啦！是安怎？迄定安怎？你做礼拜你要迟到呢？这件代志你今仔日真奇怪咱一点仔拢无紧张我着今仔日感冒，无想要去传染互别人啦。透早我伫咧厝内看过网络直播啦。原来安尼科技进步以后你伫厝内看电视就好
想袂到基督教吼，遮尔啊进步，袂用的啦，嘛是爱去啦。哎哟，枉费我学了你读拄仔讲进步尔，即马搁倒退路啊！莫非你真正是发烧哦？毋是发烧，我解说互你听。基督徒做礼拜，除了敬拜上帝，还佫爱彼此相爱，所以一定爱甲人斗阵，袂用咧看电视的。哎哟，安尼吼真麻烦呢。咱这个规定啦，其实科技的时代，更加需要去参加教会活动，因为人甲人是愈来愈少沟通啊。你黑白讲，我逐工自早甲暗，拢咧甲全世界沟通了，连我困的时阵，国外朋友嘛搁传相片互我，安尼当然真好啊。但是袂当代替真正做伙感觉啊，所以圣经哦讲不要停止聚会。我知啦，恁一定是惊人收袂到钱，所以安尼刷卡就用的啊。哎哟，你嘛逐件代志拢会去讲到钱的观点啊，哈！你甲朋友伫咧网络观点联络。敢毋免出来心一下加比咧哈？讲生笑那是一定要的，无人生有啥物趣味咧？是毋是？所以真正的朋友一定爱做伙彼此关怀，就敢若圣经伫咧讲的，甲喜乐的人共欢喜，甲悲伤的人共款艰苦啦。所以你应该找一个人。做伙甲你做伙哦，安尼可以啊。如果安尼会使话啦，迄有啥物困难？今仔日我来搬基督徒，陪你唱歌祈祷，1点钟送你200就好。你到底是听我听无？到遮就好哈。后壁段有老三吼，就是即个老牧师伊所讲的。今日甲即个主题嘛有点仔关系，当时我要。通过圣经来甲咱三甲学习啦吼，各位兄弟姊妹，顶几日我有看到一张咱迄个杂志内底的卡通啦吼，即个卡通就是一张网架呢，内面话讲吼，即马吼少子化啦，少子化，一边是国家咧烦恼，讲这叫做国安的问题啦吼，因为无即马。咱台湾出生的囡仔愈来愈少，10几万尔一年吼。另外一个是一间妇产科啦，迄个医生咧掠杀母啦，因为无人去互伊来接生啦吼。剩的是街路吼，安怎呢？有三只囡仔车啦，有3只囡仔车吼。2只是载狗安尼就对。比如说讲。有人伫秘伫厝呢，就干那咧看伊的网络安尼啦，等于人甲人中间的互动，佫减少迄个小资化吼，煞变做即个社会是安尼。拄则迄个报题咧甲咱讲到几项重点，我要通过圣经来甲咱三甲学习啦吼，三甲学习。即个毋知有法度通行走无？无法度吼。有啊，我来。关系讲毋通停止聚会，即句话确实有一种命令式的吼，有人看着讲安尼遐严哦。其实咱若注意看经文的前后，你就知影讲毋通停止聚会吼。你若想着讲咱厝里有囡仔看到迄个好食的物件，一直食伤济，你就讲毋通伤食啦，安尼。迄句意思讲，咱为着囡仔好安尼，毋通即个时间出去啦、赶甲啦，毋通。所以即个毋通是针对每一个基督徒一个正面的提醒，较毋是讲一种限制，这也禁，迄也禁安尼。但是毋通停止聚会，到底圣经安怎讲？圣经安怎讲？希伯来书第10章即段经文19、19、20节，甲咱分享是安怎要做礼拜。要聚会的理由啦，伊一个甲咱讲起到迄个信仰的根基的所在。
你要做礼拜，是安那礼拜伊的重要伫遮。伊讲，咱是照着耶稣的死，才会当坦然无惧。哈，伊为着要写咱的即个大纲吼，啊用即个现代中文的意思，伊是讲你就无迄个困难惊吓，会当到倒位咧？到至圣所。所以今仔日咱大家来做礼拜，你伫你的信念的中间，毋通讲啊，都一个活动啦，定啊，都社团活动，安尼行来行去，来来去去，安尼。咱是要入去至圣所，是因为耶稣基督用死做代价，互咱有即个福分来见主。因咱拢知影，即个经节你若知影旧约圣经，就是早前只有祭司，甚至大祭司，才会当入去到至圣所。一般的人袂当，只敢若咱摕祭物来到遮，到即个门口啊，就停起来啊。好亲像人甲上帝中间有一个距离，但是这段经文甲咱开帖，耶稣基督伊用死来甲咱拍通迄个见上帝的路，啊，这是迄个智慧咱常常去疏忽的所在。过来，伊解说讲，咱知影伫耶稣顶日记死迄个时刻，吼啊，咱讲伫迄个圣殿的迄个顶篱怎掠开去啊？伊遮就是甲咱讲迄个理由，吼，就是安那，伊讲。耶稣伊开了一条新路，一条通过迄个玻璃吼，迄个就是通过伊的身躯的活路。哇！咱才知影讲，耶稣基督的死呢，是因为互咱经过伊的身躯啦。耶稣基督甲迄个张犁甲拍开，是通过伊的身躯来甲主相见。这是付上何等大的代价，也只有靠主，因为主耶稣基督保护，才会通甲即项事来做到。人用人的办法，用人的礼仪，拢无法度。啊，所以像是话，会通入到至圣所，是耶稣用伊的死，用伊的保护，用伊的身躯来甲咱拍通即条路。啊，所以即条活路是咱见主的一个上关键的所在。啊，所以圣殿，咱是安怎要去做圣殿？一般聚会拢会使啊，吼。是安怎特别爱有圣殿呢？因为有伊信仰的根基，因为讲有一位伟大的祭司，就是咱的主耶稣，伊咧掌管上帝的家。耶稣甲咱拍开即条通往上帝的路，互咱到至圣所见主的面。伊用伊的保护，用伊的保体来成做即条路。啊，如果是大祭司咧管理即个圣殿，是安怎？咱会使凊彩，讲毋去就毋去。啊，我无爱得到即个恩典，上帝面吼，我无爱记。到底是你较大，啊上帝较大？是因为咱骄傲呢，还是咱卑微呢？还是咱惊吓呢？还是咱心有看路呢？啊，这才是咱在思考敬拜上帝迄个重要的原因。啊，所以。伫迄要来，迄阵是初代教会，佫一个足关键的事。吼，即个关键可能咱今仔日会理解，可能较无遐尔啊深刻啦。因为伊讲上重要的是主的日尾就到啦。啊，上帝要为着咱避免伊要佫到，主要佫到，要来审判的日子，啊，你还佫无要无紧吼，啊，你无要记上帝，啊，无要准备心，那安尼时间到，耶稣定咧讲着，迄主的日到，亲像惨了嘛。啊！你无赶紧来调起上帝，啊！你敢会付款？你敢会变？重要的代志来的时，你袂付，安是何等的可惜。所以，主的日到表示迄个时机非常的紧迫，啊嘛非常的即个啊，互咱感觉讲安尼着惊，咱无赶紧来见主，有主到的时，咱对袂着阵呢。亲像迄个爱困拄久的在宿女。啊，新娘到啊，新郎到啊，啊，佫伫遐安尼找无油灯，啊，伫遐来迎子来新郎。啊，所以伊讲到遮，就是咧甲咱讲，毋通停止聚会，是后壁讲，啊，其实就是咧讲头前啦，吼。咱若对啊头前19节开始读，你就知哦，原来希伯来书拢叫咱毋通停止聚会，是讲遐尼要紧，遐尼重要，所以要招你
来敬拜上帝，来见主的面，因为有主耶稣基督，真侪咱会中保即个重要的原因啦。而且咱佫看到马太福音18章19、19、20节伊的教导吼，咱就佫较清楚啊。因为伊讲伫地上，假使若有2个人同心合意来祈求，无论求甚物，我的天父一定为恁来成全。主耶稣甲咱应允讲，人甲上帝会通往，这是个别的无问题。但是恁若有2、3个人相组织，我就要伫恁中间。安尼表示甚物？伊讲是同心合意啦，吼，毋是讲吼安尼心怀鬼胎，也是吼安尼个别异梦拢无啦，是同心合意。我是甲你同心的，是要对主领受到伊的恩典，咱要祈求上帝，所以伊要甲咱成全。这也是咱聚会的重要原因。咱教会今年咧推广这个复兴的祈祷小组，嘛是这个意思。你有同心，虽然不一定2个人伫伫现场，但是你我同心，这就是聚会的这个重要的元素。但伊佫重复20节吼，讲既然有2、3个人奉我的名组织的所在，我就伫因中间。奉我的名吼，毋是讲若招来佚佗吼，讲迄2、3个人，伊是讲奉我的名，表示你尊主最大，甲即条至圣所的路来拍开啊！甲耶稣基督即个宝体通往上帝恩典的路，我有结连着，所以讲奉我的名嘛。所以咱伫教会奉主的名来组织，伊的原理对希伯来书到马太福音，咱就能看见即个重要，迄个重要的关键在伫。你要领受甲主亲近所得到的恩典、福气甲伊的启示，毋是讲咱个别家己领受毋好，是呢。拄则咱看到即个布袋戏，内面讲咱敬拜上帝，嘛爱甲兄弟姊妹交陪。这就是咱拄仔讲的，讲现代即个网络的时代，逐个人的人际关系受减轻去啊。我会记得旧年头10月迄阵吼，咱慢慢疫情愈较稳定落来，咱头一个恢复聚会，而且吼全员教息的，就是咱的上年团契。已经过3、4个月吼，袂当来吼，心肝足闷足郁卒的。讲一个开放吼，大家拢活来，安怎？咱长辈即温会兄弟吼，实际去经验着人甲人中间互相交陪、讲话、分享三鼓励迄款的精神。所以因足习惯讲开放聚会，因就活下来。但是咱发现新的一代开始拄着即个问题。因为迄个网络的时代，真侪人真舒服自在，都是对网络去，对虚拟的所在去。特别咱最近出名的迄个议题叫做元宇宙吼，虚拟我拢要去的所在拢去会到，佫愈减少咱人甲人中间彼此的相通。要毋过，而且咱要来三甲思考，讲是为何毋通停止聚会？是因为圣经的话对咱每一个兄弟姊妹身心灵拢非常的重要。对咱讲，上年因爱聚会，足侪医生拢咧讲起，讲咱这老大人吼，什么叫做老啦？吼，什么叫做老？是你面皮裂去叫做老呢？还是目睭花咧叫做老？还是脚行路无法咧叫做老？这拢毋是主要的原因，老就是你连聚会拢无想要去啊，无想要甲人见面啊，吼你的人际关系退甲剩恁兜家己安尼若定，安尼讲这才正讲叫做老。无吼，有的人坐轮椅，有的人吼都爱夜拐啊，较远伊嘛要去，要佚佗伊嘛对人，这人无老。所以为何毋通停止聚会？一般的人无想要聚会的原因啦吼，第一吼，真侪人有即款的个性，伊无啥爱迄个公众的场合，
有人际关系压力，好像要人甲人拍招呼吼，啊，敢足无自在的吼。啊是讲我的穿插啊穿安尼，毋知有合无合，啊人看我穿安尼吼，毋知甲我批评袂吼，我头毛乱安尼，毋知对毋对安尼，真侪人对即款公众的场合吼，足过头看着家己啦，敢若想着家己安怎，人会讲我安怎吼，啊心拢足袂平安袂自在的。吼，啊这有的人伊感觉讲，啊我宁可住厝看电视、看网络就好，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嘛是足侪人有即款的情形，是为着工作事业真无用啊，无用通参加，无用参加就惯势啊咧。因为你的时间超袂好，你得先用你家己爱的时间嘛，啊，所以就慢慢甲你参加聚会的迄个固定的天数就无去啊。第三，有真侪人嘛有即款的感觉，毋知你有即款感觉无？伊讲吼，上帝好斗阵啦吼，啊人歹斗阵。上帝好斗阵人歹，啊我上帝灵修，上帝也袂甲我执念啦。啊我耳孔啊足轻松的，啊我看圣经吼，看倒就倒安尼啦。但是吼，人啊人中间真歹斗阵。我想这是真侪教会所拄着的问题。哎呀，兄弟姊妹中间吼，啊用啊话一大堆啦吼，啊我唱歌吼，走一音尔就甲我讲几啊工啦，哎呀，啊实在吼。实在莫去较对啦吼，兄弟姊妹，你有种感觉无？但是这拄仔问题伫遮，上帝好斗阵，这个前提无问题。但是有的人吼，上帝好斗阵吼，你拢无咧甲在意啊，吼有也好，无也好，啊人歹斗阵，你感觉足深刻的。但是拄仔是安尼。圣经内面咧甲咱讲，毋通停止聚会，拄仔问题伫遮，就是人甲人中间，咱是有罪的环境，咱爱去磨、去嘲、去吞论、去劝勉、去鼓励、去帮赞，互人甲人中间所拄着遐个摩擦、艰难，化作是一个平安的道路，是一个好的环境，因为有你这个题材，有你这个好的性情，来互人甲人中间迄款的环境佫较水。所以一间教会，伊的人较多，人会爱来，是因为一群人伊努力咧拍拼，要互甲人和，要劝勉，要鼓励，要安慰，要扶持。啊，所以咱的确着爱突破即款的困境甲艰难。第四项是讲，有一寡人感觉家己是罪人啦。我慢慢听过有的会友吼，伊讲：哎呀，我着一生吼也无啥物好处的所在吼，啊，我要洗礼吼，我要归入主吼，安尼无够资格啦吼，无够资格，好像甲家己吼看到真卑微。啊，事实吼，保罗先生讲，万人中间我是罪亏啦。世间无有一个人讲吼，等下我拢无罪才来见上帝啦。世间吼都无即款事啦。你就是有罪，毋则需要见上帝，上帝来帮助你，上帝来透帮你啊，耶稣基督宝血来洗清你啊。啊，所以有的人真侪心中的苦楚啊、烦恼、忧闷啊，所以吼啊心情郁卒，无爱来教会。当然，第五项是咱现在所拄着疫情的威胁，咱毋敢无风险。啊，这有可能较属于啊较正常的反应就对啦吼。这是咱一般的人的即个无爱聚会的即个大概原因啦吼，无讲逐项拢讲甲对。但是呢，嘛有人伫教义上哦吼，有教义上去讲着讲无教会的主张呢。啊，这就是安那20世纪初啦吼，日本时代哦，伫咱台湾占日本的时代，有一个出名的即个神学家叫做赖春剑山。赖春剑山，伊20世纪的初的时阵，就是军国主义开始咧提倡的时阵，伊捌提倡即物叫做无教会主义啦。啊，真侪人吼，甲即3字摕来用吼，啊，无了解无教会主义什么意思？啊，讲安尼好，哦，拄啊好，我都毋免去教会，无教会啊，啊，我家己自称是基督徒就好啊，吼。啊，事实呢，这个无教会主义有伊真重要、真深沉的社会背景。啊，
迄个当时的环境。啊，咱毋通安尼凊彩杀起来用，啊，讲我无教会主义，拄啊下我的意思安尼吼。啊，那赖春干山因的即个基础长是啥物？伊讲相信基督无一定爱透过制度甲仪式啦，吼，意思讲毋免参加教会，啊来实践伊的信仰。啊，这有一个前提啦，人伊家己会灵修啦，伊会去传道理啦，伊会去写文章吼，啊来见证上帝啦。啊，若我看起来，伊即个赖春干山真即个无教会主义吼，影响咱台湾真大哦。但是吼，真侪人是认同伊即个主张，嘛照常来教会聚会，因为遮个人大概拢是优秀的分子，大概伊有法拢独立自主，家己查经研究，啊，毋免人帮忙啦。啊，所以即款精英教学来推展吼，拢是一寡足优秀的人在提倡，但一般人咱做袂到。因为你无迄个能力，家己处理家己，讲我家己灵修，我家己记上帝，我家己祈祷，因为侪人需要帮助。啊，所以即个无教会主义后来变做一个理想吼，一种思想，但是后来要普遍伫，比方吼，咱遮个人拢无来教会，你家己还要灵修，还要祈祷，还要查经，还要安怎，迄是真困难的事。当伊即个。无教会主义讲期望讲无受人为的形式，礼仪的合制，强调专心读圣经，实践基督的信仰。所以赖春干山伊影响真侪人哦。伫当时嘛帮助足侪社会人士。我讲这是正面的部分啦，只是讲伊的方式无一定适合所有的人安尼来听。因为这个赖春干山伊足注重甲因的日本武士道精神来结合。因为当时日本人要信主的比率足低。伊感觉讲有真侪教派的影响，有真侪迄个无法当独立自主的影响，所以有迄个社会背景就对啦吼。所以即个无教会主义的运动有特征是啥物呢？独立团队的精神，拒绝迄个形式的主义，足用心咧研读圣经，重视文字传道，反对教派中间的斗争吼。而且赖春干山伫当时伊伫咧教会聚会时，我感觉讲，哇，教派甲教派中间吼，安尼介像无讲介合乎啦。伊感觉讲足无赞同，才有即款的原因啦。事实，伊即款的信仰，因为咱知影20世纪初，咱台湾拄好是日本统治的时代，有真侪台湾的医生，台湾的遮个较属于迄个高级的迄个知识分子吼，因真足认同即款理念。就是讲减少遐教派中间的争吵呢。其中有一个人就是咱第一任牧师王忠信牧师的爸爸王寿乐医师。伊迄个时代就是接受到即款无教会主义的即个思想吼。伫咱台南即个所在有举办足侪查经班吼，足侪迄个圣经的真理的研讨，出版杂志哦吼。但是咱台湾的无教会主义的遮个知识分子吼，因心理上、理想上是无教会主义，但是因嘛是继续参加教会就对啦。所以表示讲，即个是一个正面的无教会主义的思想，但是并毋是拒绝咱互相相甲住，伊嘛是甲基伫厝呢举办小组查经小组安尼啦。所以兄弟姊妹，咱若是对遮来看，就是讲教会原文的意思。Ecclesia 就是讲信仰三共的群体啦。这个 Ecclesia 就是讲你我爱大家斗阵啊，就亲像初代教会兄弟姊妹讲，因拢共伫一间厝，也是讲一个所在做伙同心八饼学老主啊。所以你我任何一个信主的人，聚集的所在就是这个教会安尼。所以这是咱无教会主义轰动一站，到战后就慢慢战后我知迄阵较早期有一个石桥三郎捌来咱台湾报道几啊摆有写册安尼。毋过慢慢即个精神就渐渐都无去啊。日本现在教会嘛，佫足虚微啦，因为无法当拍即个日本遐个深度教即款的即款的合制安尼。但是呢，因为大家纪念即个就赖春干山伊迄款精神帮助真侪人。因为伊影响到伊的学生
室内元忠兄就是后来真做东京大学的第一代哦的迄个校长，哦，即拢伫足有影响咱的而且知识分子，伊的学生就是即款人。啊，所以大家纪念伊吼，后来伫迄个日本的长野有一个清景泽，咱足侪少年人爱去遐佚佗吼呀，一个风景区啦，啊，佫去一间叫做少的教会。啊，看起来吼，啊，实在是人设计师真正牛就对。伊设计了，互你感觉讲，啊，你外面看起来是安尼无味无米，啊，佫甲即个大自然拢夹做伙哦，一个山哦，但是入去啊，非常的水安尼吼。啊，这是内村干山。后来日本政府为着要纪念伊哦，特别该出邮票，啥即款人吼，就是讲对社会有影响真大就对啦。啊，这后来起一间1988年落成的，叫做少的教会，啊是内村干山的即个纪念堂吼。啊，你也看外口看，亲像一个山洞，啊，看起来哎哟，即个所在你若行过，你若是讲啊，即个毋知啥吼，山洞日本时代咧战争的时个山洞是毋是安尼吼？啊，其实毋是，啊，真好设计吼，就是外国人欧美的人所设计吼。这是冬天的时阵吼，啊，这是边仔看过来，原来伊石头吼。迄后壁面有玻璃，啊！伫日本即款的环境内底，对内底看一支吼，迄光拢自然的采光出来。暗时的时阵，哇，非常的水吼。啊，足侪，因为即边都是种观光的教会啦，足侪的吼，拢爱登记去遐结婚，去遐办结婚吼。日本有足侪水的教会、光的教会吼，迄拢是遐出名的建筑师起的。啊，日本人吼参加礼拜都无啥意愿，啊，不过爱即款礼拜堂翕相咧吼。啊，入去参观哈，啊，结婚都爱走去食就对啦吼。啊，这是内部吼，咧做礼拜的时阵，即种光线是自然的光吼，自然的光安尼。啊，看起来是讲啊，互咱感觉讲啊，你有闲以后若有机会去日本清境泽佚佗的时，你甲导游讲，有一间少的教会，你带我来看者。毋过听讲无接受人的团体啦，吼，咱的游览车的团体伊无接受，你都爱先网络甲登记安尼。啊，这是。人个入去结婚典礼的迄个相吼，真古锥吼。另外，这也是人结婚的所在。啊，这变做日本人一个安尼在纪念即个无教会主义的内村干山的一间纪念教堂。兄弟姊妹，最后我要甲咱三个勉励是讲，参加聚会就是为着要得到丰盛的生命。啊，所以这是鼓励咱是安那要来教会聚会吼，过来聚会，讲礼拜。聚会是为着咱享受咱富强属灵大家庭的喜乐、温暖甲平安。这是伫网络顶较，毋是讲袂使一啦，真困难的所在。人甲人中间的互动，就是亲身面对面、人对人，一款温暖的对话，吼，一款的关怀甲互助。咱看见拄则咱的经济，我有甲摘起来一则伫遮，希伯来10章24节讲，聚会礼拜心啊是安怎呢？为着要互咱彼此关怀啦，激发爱心啦，勉励行善啦，这拢是拄则希伯来书内面所讲的。兄弟姊妹，聚会是有一种人甲人中间三甲组织互相勉励的这个重要性，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所以咱。形式上讲啊，某物兄弟无来，咱小组会鼓励讲啊，某人你哪会无来？咱毋通一个就家误解讲吼，安尼招紧紧啊，甲我点名安尼，好像就对我无来吼，安尼甲我念东念西，请你会记，伊个目的是为着这啦，是要互你入来到伫遮，咱彼此相关怀，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啊，当然，甲拄我所讲的迄个负面的部分，咱来排除。啊，讲哦，上帝好斗阵，人歹斗阵。人若无伫即个团体中间来经历迄款的圣神的更新，经历着彼此三边的迄款的快乐，啊，三见证所带来的快乐，咱的教会就袂进步。啊，所以你甲负面的除去，啊，甲正面的发挥，这是咱教会常常咧甲咱讲的，咱的标题讲，咱的教会望每一个兄弟。是口甜、脸甜、佮心甜的兄弟，吼！啊，这毋是一个表面上的标语，是真真正正我领受到祝福，啊，所以我袂禁止就要甲人讲上帝听我嘛。我心内有喜乐，我就
显露出我的面笑容嘛，有疼心啦，啊，袂怨叹，袂杂念嘛，是即个原因。兄弟姊妹，咱搁看见讲20节所讲的，讲两三人奉我的名聚集的所在，我就要伫因中间。啊，所以咱有小组，啊，咱有迄个网络顶的两三个人互相来即个复兴祈祷小组，咱有教会聚会，有团契聚会，目的拢是要遵照主教是咱的，咱奉主的名来三甲组织。啊，所以咱看见希伯来书10章22节，佫甲咱讲哦，吼，伊若照当时迄款要敬拜上帝，要入去至圣所，啊，偌尼虔诚的，你敢知？伊讲安那？咱应该表示讲，哦，咱要来教会应该什么？用诚实的心，甲坚定的信心。第三，用洁净无亏的良心。啊，搁哪？用清水洗过的身体。哦吼，哦，头前这三项是心境啦。啊，最后一项哦，包括讲咱是安怎讲，爱爱用清水洗过的身躯咧，吼。当然，较早迄个时代吼，要洗身躯较无简单。啊，咱这逐日拢要洗身躯吼。啊，毋免讲你买礼拜前搁洗一遍啦，毋免啦吼。但是总是伊的意思就是讲，我吼要洁净我，内甲外拢要洁净。我会记较早伫庄骹吼，有真侪咱做事人，因为因吼透早趁还袂日头伤炎的时阵，拢爱去园啊做工课。啊，这做工课吼，即嘛时间要到啊吼，咱拢看到礼拜堂的，听到礼拜堂的讲经啦。嘿，较早吼伫庄骹讲经听足清楚啊。啊，大家就赶紧吼，啊去井边，也是讲去溪边啊，甲骹手洗洗互清气，吼，啊讲准备要来敬拜上帝，人迄就真正是咧洁净啊。啊，所以你看看有真侪犹太会堂，也是讲真侪迄个教会拢头前有一个洗手的所在，特别迄个啥回教嘛是哦，回教伫因的迄个会堂头前拢有迄个洗手的所在，啊，迄就是遵照即款的理念，吼，用洗手。用洗骹来表示我洁净身躯，所以兄弟姊妹，人早前的教会就是遐尼虔诚、遐尼注意，啊，所有人吼，拢家一事吼，平常时要去做礼拜衫，拢款啊好势好势，有甲整齐整齐，吼，啊礼拜日才咧穿啦，啊，这情形我经验上深，我的老爸都去年过身啦吼。我的爸爸伫咧庄骹吼，平常时拢凊彩穿一领吊架，也是讲穿一领衬一领内衫安尼啦。但是敢若一事吼，要礼拜日做礼拜，雪珠才穿落去安尼。啊，我的小妹就咧讲，用伊咧回忆咧感动，讲啊有一摆吼，啊伊买一领衫吼，伊就讲无采钱啊，安尼啦吼。啊无想讲礼拜日伊就穿起来啊咧，啊伊心内讲啊，虽然念梦念吼。我这个查某囝吼送伊的即领衫，伊都也有介意安尼。啊，所以真侪人吼，甚至毋若是甲衫穿哦，啊整齐哦吼。有个人吼，佫甲迄钱屈互平，你敢知影？吼，甲现金的钱屈互平，啊无就景新的钱呢？啊，你讲个新的甲平的，甲迄个焦的，毋是白济钱，对毋对？但是重要是心意，敢毋是？重要就是心意嘛。啊，所以就像即个经节的一种的精神。诚实的心，坚固的信心，无愧的良心，清水洗过身体来亲近主。最后一项是兄弟姊妹，请会记得，聚会礼拜是为着要服侍上帝，为着要操练门徒，为要互你灵命来成长。这是咱做礼拜的重要，毋通停止聚会的要紧。所以虽然疫情这个关系，慢慢啊。咱教会嘛公告讲，你若还袂煮有风射吼，啊你若安尼都有较肉体较惊感染的，较带网络，这是咱合理的理由啦。但是这无甲咱阻止讲你都爱亲近主，伫网络上咱嘛是咧敬拜上帝。所以聚会的形式可能次要，迄个精神啊，甲敬主的心，甲看见耶稣基督为咱付出代价。互咱会当甲上帝面对面，即款才是重要宝贵安尼。兄弟姊妹，下面咱要分两段时间吼。第一段是公道的时间，要唱一条回应诗，啊有几项公道的代志。啊，等下在吟诗线吼，迄个公道的部分我记伫我即个档案的下骹，咱搁超过来就好吼。啊，咱要来吟首圣诗吼，这首圣诗是
救主耶稣愿意来听吼。啊了有几项大道的事项。第二段，咱要请敬拜团来带咱敬拜赞美一条诗歌，啊唱了的时阵，才要请咱啊需要大道身体要受医治的来到头前啊，徛规规毋免上客，啊咱众人举手祝福，啊来为着因祈祷吼。咱大概这两段的时间，咱来吟圣诗344首。咱吟2节就好，1节甲2节。救主耶稣愿意来听，我困求的声，你大是阮靠你遵命，深深的较正。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过你大福，恳求你收拾。第2节，我伫救主面前还悔，抱开我有话，我对真是我罪，求主的较会。救主，愿你听我求。我有欠过你大福，恳求你收拾。咱吟诗到这，咱先静默，咱准备来做讲道。啊，咱请同工吼，过来甲迄个投影片放伫牧师讲道的后壁面遐。兄弟姊妹，咱要为着几项事祈祷。第一项是为着这个疫情，互咱的中央机关啊、各地政府会当好好啊来固守，也求主互咱的地区，咱兄弟姊妹逐个人有好的免疫力。啊，好亲像流行感冒安尼，咱无拄着一个太大的伤害。咱看迄个牧师的迄个讲道的投影片吼。第2项，咱要为着咱还佫有遮个高中学历的测验的青年，伫牧师的讲道的后壁面吼，迄个投影片吼。啊，咱有真侪有遮几青年参加考试，今仔即讲最后一日啦吼，应该顶礼拜就甲咱报告吼。啊，咱有一个杨轩安、李佑成、郭明宇、朱恩旭、啊周慕琪、王玉安、苏荣伟吼，毋知迄个牧师讲道的投影片后壁面有无？啊，第3，咱伫拄则咱现场的祈祷以外，咱也第3要为着咱周末内底遮个名单吼来祈祷，拄则伫即个所在吼。啊，等下我会控制头1项，咱为着即个祈祷；第2项，咱为着即个病痛的兄弟医治。吼，咱有长期静养的俊尧弟兄、梅兰姐、吉祥弟兄、曾兴亮姐，伫咧静养康复的中间的有受主姐何荣仁老师、吴天祥牧师，啊慧文姐的啊妈妈李黄素丽，啊，佮有上建兄林伟新兄吼，近期接受治疗的张正如兄、李英如姐、阿凤吼，慧文的爸爸啊李长、英斌兄弟的爸爸陈桂晶、清风姐的新妇林梦倩，啊谢安之、许淑芬、刘秀雅、李玲娜、王水英医师、张美玉姐，啊，我把即个任务放到伫头前，啊，咱伫即静默中间，为着即几项事祈祷，我来提示啊，咱讲为着高中的学生的青年来祈祷，咱即是为着遮个青年来祈祷。求主保守遮个青年伫咧参加考试，有主的看顾，心有平静，所学习的会当发挥伫伊的考试的顶面。第2，咱为着
病痛中的兄弟得到医治来祈祷。长期咧静养伫厝内，也是伫病院静养的、安养院静养的，咱为着因祈祷。伫病痛中伫静养的遮个兄弟，同工求主甲因同在。咱看到遮个名，念着因的名，奉主的名，甲因祝福，求主持续医治，吼，目睭看遮个银幕的名。第三项，咱也为着近期咧接受治疗的兄弟，因有的伫病院当开刀，有的继续咧回诊治疗的中间，有的拄啊病情拄啊好发生，需要接受开刀，也是接受照顾的，这个名单，咱奉主的名来祝福因，紧紧恢复因的健康。亲爱的主，阮的上帝，阮提起这个名单，是因为阮关心因。虽然伫疫情的中间，阮袂当一个一个到亲身到因的面头前为着因祈祷，但是阮奉主的名来祝福，这个长期静养、康复中，也是近期接受治疗的兄弟，奉主的名来祝福因，互因得到真正的平安甲医治。阮也为着今仔日要继续参加高中学历测验的青年，求主看顾因，互因所学习的会当发挥伫因考试的顶面，心无惊吓，有平安。主，阮也为着这个疫情，要继续伫传染的中间，阮求你保守有真侪教会的兄弟亲人，因伫过程会流动出外，主求你互因得到保护，无因为安尼影响到因的身躯，无受到感染。愿主的平安，甲这个兄弟姊妹三甲同在，也甲阮的教会兄弟姊妹三甲伫地，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来求，阿免。第二段，我要请咱的敬拜团带咱来唱一条诗歌。伫吟诗的时阵，咱这要受祝福祈祷的兄弟，免客气，伫5楼、伫4楼，行到伫头前，咱这敬拜团的同工会当甲因引带出来吼。咱请这同工带咱来唱这条诗歌。咱兄弟会当慢慢到头前来吼。有一条诗歌，是我自由哈。咱请陈佑长老带咱来吟这首诗歌。在吟的中间，咱请兄弟免客气，心内有看路烦恼要受医治的吼。咱已经苏老师到头前大家免客气来头前吼，唔免徛伤我，袂要紧。来到我的内面，来到我的生命。请你们客气，勇敢到头前来。你要为着你的亲人祈祷的，嘛到头前来，吼！伫厝内袂当来，你退来，免客气来。咱小组长嘛，咱鼓励有病兄兄弟来到头前。主的心会予我自由。要接受祈祷，兄弟起立来起立。是要带倒的，下面客气到头前来。亲爱的姊妹，咱再起立来唱这首歌。感谢主，有信心的人就要得到医治。奉主的名来祝福你。咱徛较开的不要紧，较开的会使，较开的不要紧哈，开一点，开一点。
同时，请咱继续过来自我自由。咱请兄弟免客气，到伫面前，咱要做伙奉主的名来宣告，主的意志临到伫咱中间。音乐继续，咱请同工来甲这个祈祷词来秀出来吼。咱请兄弟，你免客气，举起你的正手，咱这个头前的兄弟，你换你的心，你的手换你的心头前这个兄弟吼，把你的正手倒手换伫你的心中间。这时咱要用迄个祈祷词吼，祈祷词做来祈祷，咱奉主的名来祝福。你家己有需要祈祷的部分，卖当做祈祷吼。咱请来用这个祈祷词好，咱只是做伙来宣告做来宣告。咱就看银幕做来宣告，做来。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是我生命的救主，因耶稣是世界的，担当我的罪孽甲过犯，背负我的痛苦。主耶稣已经赦免我一切罪过，以我所做的。我要有属天的幸福，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因我被罪判决，以我亲像我个人有关系决定，我的罪已经受赦免，因为主耶稣已经为天上立法，我所为的已经得到义。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万民主并参得一切真正的掌管的掌管他世界的运动，其中爱是。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这是咱请敬拜团细声来吟唱诗歌，咱请在座兄弟姊妹继续举起你的手来祝福头前这兄弟，因为人有肉体的病痛，有心灵的艰难，咱兄弟姊妹中间也有人心内有艰难，袂当出来头前的，咱用奉主的名来施乐医治，来是做开声。当心，咱的大祷团，咱的长老，大家做开声，为着这个兄弟，为着座位中有需要主医治的兄弟，咱奉主的名来祝福因来得到医治。当心开声来祈祷。哈利路亚！感谢主，我的上帝，你的大恩甲祝福是落伫这个场合的中间。我奉你的名祝福，我这所有徛伫你头前这兄弟，因有肉体的病痛，有心灵的软弱，有主你的看顾，是落为医治甲讨放因的身上。主啊，使因平安，使因喜乐，使因上帝医治临到伫因。主啊，讨放因心内的艰难所有的重担，所有伊的罪的束缚，上帝你赐了恩典甲医治，讨放因的身上，奉主的名来施了恩典甲疼痛。哈利路亚，感谢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你的保护保护来洗清我的罪。主耶稣基督受逼迫，我要受到医治；主你要受苦，我要得到平安。主的名来保守，所有兄弟姊妹领受着你天顶来恩赐甲祝福，恩典甲疼痛，是了平安，看顾扶持讨放甲医治。感谢了主，感谢了主，哈利路亚，感谢主。为是那你的道位，道位就自由，谁敢自由？伊愿徛伫，伊愿甲你的手放伫
你的心，咱要做一个祝福的祈祷。大权的主上帝，你有应允阮。主耶稣，你受逼迫，我要得到医治。主耶稣，你为着阮受苦，我要得到平安。主，你搁应允阮，阮有2、3个人奉你的名自责，你就要伫阮中间，你就要甲阮成全阮的祈祷。主啊，所以毋是阮的祈祷书有偌水，是因为阮奉你的名，阮知影阮的欠缺甲无够，我要奉主的名来祝福每一个伫病痛中的兄弟，有需要心灵透望、重大放下一款的平安的兄弟，阮奉你的名来祝福因。主啊，阮求你也保守伫这疫情的过程中间，互阮出入有你的看顾，无拄着感染。啊，阮因为有这个防疫的疫苗，互阮有得到保护。天顶的主，阮伫这地面上，阮食5穀菜色，有侪环境的污染，阮求你帮助，互阮每一个兄弟姊妹有主你的保护，有医生医药的照顾，医疗的看顾，互阮心灵都得到真正的平安。愿主的医治临到伫每一个需要医治的兄弟姊妹身上，有的是有器官的毛病，有的有精神上忧虑的毛病，有的是有关节的毛病，有的有侪器官顶面的毛病。主啊，你若愿意，你若肯，主你就要手术医治伫阮在座每一个对主恳求的兄弟姊妹身上。奉你名来祝福，互阮富强教的兄弟姊妹，大家人拢是身心灵拢健康，有丰盛生命的基督徒。奉你的名来祝福阮一个教会兄弟姊妹，大家有平安甲健康，充满着快乐、喜乐、祝福的人生。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咱用拍拍感谢主，多谢大家请坐，咱刚刚请坐，请回座，谢谢。愿主的医治甲祝福，甲咱正大家适合同在，咱甲时间交互咱的书会，咱要准备来做奉献。只是请大家闭慢心，用奉献来回应上帝。会众请起立，唱奉献的诗歌，甘心的奉献。即是来报告，请咱看报告周报的最后一面。咱做伙来读即个月的金句，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19节。咱做伙来读一摆。耶稣近我来，对因讲话，讲：
天顶地的权已经拢总互我，所以恁着去招万百姓来做学生，甲因行洗礼，互因归伫爸囝圣神的名。马太福音28章18节到19节。请咱看周报的第2面，下周的事项当中，阁有顶礼拜的出席的人数，以及第8页咱奉献的部分，请兄弟咱家己详细来看，留意家己服侍的时间，以及奉献的部分，若是有出入的，较甲咱的负责的同工来订正改进。再来，咱看第4页，第2点，新春清社礼拜，伫2月初1拜2下早仔9点，咱有举行一场礼拜。下主日1月30主日礼拜，敢若伫早起时9点有一场的礼拜，请咱大家注意。主日2的部分，1月30、2月初62个主日，咱暂停2届，暂停2届。周间的聚会伫1月31到2月初5即个时间，咱所有的聚会拢暂停。新春的圣餐礼拜伫2月13，伫主日2场的礼拜中来举行。那定期会员好会伫2月20的早时9点来举行。即日只有一场的礼拜，请咱大家来注意。来第4点的部分，咱教会鼓励兄弟，伫礼拜的时阵会当提早10分钟来伫教会做准备，准备咱的心来敬拜上帝。嘛鼓励大家，若行程顶面无正赶紧，会当参加到最后，听候牧师祝祷，领受祝福，默祷了后，咱才来离开。第5点的部分，咱主日早起时有一个早祷会，时间是8点40到9点05分。即个祈祷会的时阵，实在是咱会当为着咱家己，佮为着咱的教会，同心来祈祷，领受这个福分甲祝福，所以邀请咱兄弟会当踊跃来参加。第7点，爱心的午餐团队伫今仔日有公开抽奖的部分，请咱会来到3楼来领取，然后得奖的人会当来领取礼品。1月30进前，请厝内若有二手衣物甲用品会当摕来教会集中来来会当送互咱的原住民绿色的家庭。再来，咱请看周报的第7页，提摩太的部分，原定伫1月24甲25，有一个生活营，但是因疫情的关系，咱取消，嘛延期，那特别伫即个拜六1月29，有主办一个一日游，认识台湾黑龙江，伫湾里社区，咱甲湾里教会做伙有一个2人席的一日游，是1月29日，咱请鼓励咱厝里的青年会当来报名参加，会当报名参加。伫迄日下暗拜六下暗的聚会，提摩太聚会是暂停。后壁咱具体交通的部分，请咱继续来关心代祷，来请牧师来补充报告。本来咱即个寒假的时阵，咱的青少年想讲办一个旅游活动，煞疫情过来讲若出去若讲真讲会当出去，一人带一间啦，带一间，哪有遐济房间啦，互咱带。事实咱拄仔咧讲抽奖咱进前3礼拜有参加食爱心午餐的你有投一张摸彩券哇！即马伫3楼哇，迄奖品摆一大堆啦，所以等下加较少人到毋过抽签抽到若是你的有哪袂走去啦所以咱等下礼拜煞无这么咱时间来到3楼咱的信众长老要主持一个抽奖
好佳在，今仔日介绍还佫免奖啦，吼，无本来政府已经宣布讲吼，过来咱公共场所、宗教场所可能爱暂停食物件，所以今仔日吼，敢若最后一摆，翁问讲吼，后礼拜咱本来就春节暂停啦吼，周间做诶嘛暂停，咱大家祈祷，翁问讲吼，春节了佫恢复起来，无甲佫继续暂停落吼，煞疫情吼实在是歹控制啦吼。所以真正鼓励咱大家要入来教会拭手，挂口罩，佫爱10连制。另外最近伫头疼就是讲有人怎死去啊，怎无咧10连制，联络袂着咧，联络无着，人讲叫你赶去快筛，发生用过一礼拜，我传偌济人去啊。所以咱大家较忍耐一下哦吼，咱即马请东港较侪张迄种10连制的迄个 QR code， 互大家翕一个入来，安尼就较安心吼，有备无患就对啦吼，多谢。咱今仔日有一个新朋友来咱中间，咱欢迎宋丽婉姐妹，有无？宋丽婉姐妹来欢迎你，欢迎你来参加。宋丽婉姐妹，祝福你，上帝祝福你吼。好咱较输吼，过来即礼拜中间若有啥物变动疫情吼，咱会透过教会即个脸书吼，还是各群组来报告吼，毋茫吼。今日看迄个中央疾管局安那报告，若台南平安无代志吼，咱自费就较无问题，若有吼，临时甲咱做通知哦吼。好，咱迄个有要进伫遮抽嘛无吧？来，来，会使。对呀，这平安，咱。较顶下要伫3楼抹菜啦吼，抹菜爱心午餐的抹菜吼，但是咱抹菜以前吼有几下有赠送咱的抹菜礼品的吼，我拢是我甲大家报告一下。第一就是咱的迄个松联团契一寡医生的礼品吼，伊拢奉献出来给咱抹菜。值得一提的就是说，咱思妍姐吼，伊款足侪物件吼，有若为着要提供咱抹菜，也有咱慧文姐因为有10几包的迄个糖果吼来咱抹菜。伫昨小组的时阵，因昨中昼时用着食饭，遮一寡志工吼，拢用心伫遐咧包装，真正多谢因提供侪礼品，咱真正甲拍鼓好无？谢谢。以上，咱拢总有400张的抹菜券，有130几份的礼物啦。几乎就是说，差不多2/3拢会去抹菜掉。抹菜完了，它的名称吼，也公咧伫3楼内底，3楼的公布栏内底，由华文凯执事吼，伊会登录喝水。以上报告，谢谢。当心来用上吟的诗歌，圣诗第388首。在的地，现在的地，将来也永远的地，无穷无尽。阿门，阿门。大家领受上帝恩典甲祝福。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疼痛、圣神的扶持帮助相通，甲每一位兄弟姊妹三甲弟弟，也阮平安来度过一遍新一波的疫情。阮伫春节有领受上帝赐落的平安甲喜乐，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阿门。请坐来默祷闭会。
大家吼会当落去3楼吼参加咱这个午餐的兄弟，到3楼有要抽奖哦吼，大家免客气哈。